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湘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韩昨暗雄雄决定全国戒严，理由是反对党立场挖北韩国会以192比0的票数全部否决戒严令。一个洗出来相反伫台南的山区种大麻，甚至搁用香蕉来做暗号，警方是查到1700多丛，市值有超过10亿。上海毛蟹查到戴奥辛，这是超标2.6倍，会全部来退运也销毁。另外，越南进口乌胡一粒仔是有苏丹红的色素。先来关心的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昨暗呢是雄雄决定要全国戒严，伊的理由是反对党和政府施政未顺，而且呢，这反对党立场是挖北韩，这也是南韩超过40党来头届进入紧急戒严的状态，全国是拢正反对，所以国会是赶紧来开会投票，落尾以190比0的票数全部否决戒严令，也那总统也总算是宣布戒严，部队也来撤离来结束这6点多钟的戒严状态。南韩总统尹锡悦伫当地时间初三暗10点25分发表谈话，批评在野党阻挡政府的运作，向北韩那边挖过去，所以以捍卫国家自由、人民幸福为目的，宣布国家正式紧急戒严。 저는 북한 공산 세력의 위협으로부터 자유 대한민국을 수호하고 우리 국민의 자유와 행복을 약탈하고 있는 파렴치한 종북 반국가 세력들을 일거에 척결하고 자유 헌정 질서를 지키기 위해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합니다. 这是南韩史上第17遍，也是超过40年来第一遍宣布紧急戒严。根据紧急戒严的第1号公告，包括禁止一切政治活动。 禁止任何可能或者是想要推翻自由民主制度的行为。所有的媒体甲出版物拢受到戒严控制等6大点。就伫尹锡悦发布戒严令了无偌久，军队也入去国会办公室。根据南韩的宪法第77条第5款规定，虽然总统有权利发布戒严令，不过伫国会通过解除戒严的决议了，总统就要遵守。 南韩国会伫咧初四透早，以全体300席内面超过半数的190人出席，而且这190票拢全部通过，结果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因那尹锡悦的戒严令，就连伊家己的执政党议员也无支持。 국회의 의결에 따라 대통령은 즉시 비상계엄을 해제해야 합니다. 이제 비상계엄 선포는 무효입니다. 지금 국회에서 계엄 해제 관련된 의결을 했기 때문에 대통령께서는 初四透早4点22分左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出面证实，因为紧急戒严令而投入的兵力将会全部拢撤回。因那5点外真久无出面的尹锡悦也出来谈话，伊宣布尊重国会意见解除戒严令，不过也要求在野党议员唔通够再阻止国家的运作。 그렇지만 거듭되는 탄핵과 입법농단, 예산농단으로 국가의 기능을 마비시키는 무도한 행위는 즉각 중지해 줄 것을 국회에 요청합니다. 在戒严了第一时间，就招民众到国会抵抗的南韩上大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不团讲伫咧戒严令的期间被逮捕。要伊强调，这边的戒严是危机，也是国家的转机。 민주주의와 이 나라의 미래와 국민의 안전과 생명, 재산을 지켜내겠습니다. 外界认为，尹锡悦这边的宣布紧急戒严，甲伊这个村20%的支持率，也个是咪转移因牵手贪腐见效带焦点有关系，也过煞错过国内情势。因那这场南韩史上上短命的戒严过了后，社会恐吓国家对立分裂。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 好，咱来看这场6点多钟的戒严，虽然落尾是互国会甲挡落来，也毋过也是引起民众的不满。有人是上街头来示威，讲这是国体；嘛有人烦恼会回去到威权统治的时代，因为这摆的戒严是甲北韩有关系。美国是讲因进前拢无听咧讲，嘛无接到南韩请求支援的消息。 首尔街路群众示威，因家标语顶悬写饮食月露台，韩国百姓经过真短暂的戒严。
亲像网警共款，来紧去也紧。虽然目前全国各地机关、银行、学校拢正常运作，教育部也伫半暝宣布所有课程甲活动拢照常。啊，不过，佫较侪人要也是总统尹锡悦最初宣布戒严时阵的动机。 예전에도 없었던 그런 독재 시대로 다시 돌아가는 것 같고 너무 이게 무슨 나라 방식인가 싶기도 했어요. 国会已经投票通过戒严违宪无效，不过代志未安尼就准拄好。在野共同民主党爱尹锡悦落台，各党派国会启动投票。 윤석열 대통령과 이 정권은 내릴 수 있다라고 문제를 제기했던 거고 실제 이렇게까지 빨리 이러한 상황에서 할 줄은 아무도 예측을 못했습니다. 내란죄에 해당하는 중대 범죄를 대통령이 저지른 것이 아니냐. 因为尹锡悦的戒严理由甲北韩有关系，美国表示对南韩向向宣布戒严，自然唔知影。目前为对部署伫韩国差不多2.8万的美军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所有当局也无提出援助请求。 We were not notified of President Yoon's announcement in advance. Secretary Austin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ROK government to learn more. 对韩国真侪人来讲，这摆宣布的戒严令唤起因对1980年军事统治时期的记忆。这是南韩40多年来第一摆戒严令，虽然时间真短，不过带来震撼煞真大，也互密切合作朋友未负欢迎。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咱拢知影讲，在韩国是台湾人真爱去的国家，即摆戒严，一寡旅行团敢有受到影响咧？目前甲看起来，即摆是一切拢照常来进行。有今仔日要出发的旅客表示讲，伊拄开始个掠准是假的消息。也那旅行社是讲，目前呢，迄年的即个出团呢，也有寒假出团是拢未受到影响的。旅客赶行李去航空公司柜台头前排队报到，准备要去韩国。 南韩总统尹锡悦伫初三案无预警宣布戒严，不过国会尾下伫咧初四透早通过解除紧急戒严令的决议案。有旅客讲，拄开始听到时阵就是假新闻，也有人讲无打算要取消行程，结果暗时较早登去饭店休困。 睡觉前说戒严，睡起来就戒严，就还是会去啊。以为是假新闻，对，吓一大跳。怎么突然的戒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先看那个新闻，然后也说一切照常，所以就比较安心。他们本国国内政治问题，所以应该不会太冲击旅游。如果不是国内，如果是跟北韩的话，那就会害怕。南韩戒严的代志经过6点钟就结束。 总统尹锡悦伫当地时间透早4点30分宣布接受国会决议，解除戒严令，撤回军队。针对南韩的旅游旅行业者是讲，若是真正甲北韩发生战争，紧急戒严，规个东北亚局势拢会受影响。即便是内部问题，影响应该无大。 因为这是他们内政的问题，那这种情形啊，其实对于那个旅游韩国过年的啊，或者说要今年跨年的，或者是说农历过年的团，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考虑到韩国国内情势变动，外交部提醒国人避免去参加当地政治性结社、集会加示威的活动，也避免跨过相关区域，注意家己的安全。 若是伫韩国的境内拄到急难需要协助，会当联络驻韩国代表处，或者是驻釜山的办事处。记者综合报道。韩国总统昨暗雄雄决定要全国来戒严，是引起朝野真大的反弹，所以国会就随表决来通过，甲这个戒严令来甲否决。所以戒严的状态时间依期6点外钟尔。到底昨暗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也若刷落来，这尹锡悦有可能该面对什么款的局势？咱请怡真为咱细分辨。是主播。 韩国总统尹锡悦昨暝10点外雄雄宣布戒严，先开始大家掠准是毋是朝鲜半岛要开战啊？根据尹锡悦的讲法，发布戒严是要斩除亲北韩的势力，守护自由宪政的体制。尹锡悦批评在野党控制国会，少想要甲政权车好倒，毋过详细情形尹锡悦都无搁加讲啊。骑乘的武装戒严军伫半暝翻点过，嘛冲入去国会，阻挡议员出入。 到在后来，国会投票是通过动议解除戒严。按照今仔透早4点半，尹锡悦嘛遵照国会动议宣布戒严取消。这个韩国戒严短短6点钟就结束啊，未输是咧做囡仔戏，看起来是政治操作。尹锡悦是安怎要发布戒严呢？
其实阮是我会当讲是摆卡总统失去民心吗？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阮是我当选的支持愈着加加，国会上大党是在野反对党，执政党无法度推动政策，预算互汰掉，这官员呢嘛定定互发动弹劾。而且阮是我的看守甲亲家是小连续逼出歹代，包括梨泰院人打死人以外，还有医疗大罢工，拢致使百姓对政府是无信任吗？今年6月，韩国的网站都有超过93万人加入去联署，要要求弹劾总统尹锡悦。为着要安定社会，甲总统权掠好调，尹锡悦宣布戒严，结果毋但社会无平静，在戒严期间，伊禁止政治活动，嘛管制媒体来出版，佮禁止罢工、集会等等的行为，一寡限制民主自由，互民众是佮较切心、佮较愤慨。阮是这波塔差会当讲是恐惊救袂回来啊！在野党已经要求内阁着爱总辞职，因批评这阮是甲国防部长等人已经犯下内乱罪，讲阮是若无爱家己落台，国会就会发起弹劾。那韩国上大工会嘛表示讲要无限期罢工，一直到总统尹锡悦落台为止。这戒严的消息一个出来，毋但韩国人惊军事政权会搁反口来侵害民主自由，这国际社会嘛拢真关心。尤其即阵是美国政权交接的期间，未来美韩同盟敢会有变数，甚至朝鲜半岛、印太地区敢会受到影响，要搁爱继续来观察。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好，感谢已经刷落来来关心这南韩哦，因是让40几党才个发布戒严，这里判因民进党团受伫网络来打文，也毋过呢了后就随个甲汰掉啊，这是引起咱国内在野党的批评。民众党是讲，这就是用民主来包装极权的这个行为是真不可取的。另外呢，国民党嘛表示讲，这民进党团呢，伊是顺风撒倒墙，要借这摆的代志来造乌台湾的在野党。如果这就是民进党上下的态度，认为戒严是可以消灭不同的声音，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容不下任何不同声音的话，那真的就坐实了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如果民进党团还是没有愿意为这个贴文道歉的话，你们对不起民主2个字。我们党团的发文，那随即有删文撤下，这就表达民进党团正式的立场。我们不应去过度的评论他国的内政，我们要做的是安国人的心，也要避免慎防造成社会过多的误解跟不必要的对立。那这民进党团是表示讲呢，因只是咧转发国际的资讯尔，甲咱国内这政治局势了做一个对照，因并无支持戒严的意思。因嘛讲，这民进党是伫戒严时期所成立的政党，所以对戒严所造成的民主的损害，因心肝内是真清楚，所以绝对袂支持戒严。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劳动部发生霸凌自杀案。这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讲，伊即马当咧重启调查，是由伊家己来做调集人，会去访谈各界站的员工，希望会当甲真相赶紧甲斗起来，互大家来了解这个姓吴的公务员到底是经历过什么货，预计后礼拜公布调查的报告。对立委转换做劳动部长10天，洪新涵头一天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质询，伊承认有压力，不过也袂甲紧张的程度。伫咧会前面对媒体，伊表示白分署的霸凌案重启调查的报告，按算后礼拜就会公布。重启调查报告里面，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就会是我，所以我会对这份报告负责。我们其实在这个调查的做法上面，其实我们也增访了一些各层级的北分署的员工。家己做调集人，调查小组的成员嘛拢无同，增加对员工的访问，就是希望查清楚行底路的公务人员在生到底是经历什么。不可能会推翻的新市政嘛？那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会推翻或与否，因为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希望能够去做到底这一位轻生的
无薪公务员到底他经历了什么。另外，立委王玉敏批评就业安定基金就好亲像是劳动部的小金库，一年互人乌白开8000万块。洪胜汉表示，伊上任了后，就随指示同仁爱来检讨，有的项目用钱用了无适当，不过嘛不是逐项拢有问题。你觉得只有部分有问题，有一些是你认同的，以后还会这样子使用就对了。我们会在使用的名目上面更明确的做检讨，它到底合不合宜。好。洪胜汉指出，前部长柯明春伫咧2022年举办音乐会预算问题检调已经介入咧调查，劳动部会全力来配合。目前也正在研议就业安定基金的强化监督机制，会按照立委的要求，伫咧1个月来提出。记者综合报道。自从这劳动部标出霸凌案了后，即马数发部论城建设司长咧地明宗，伊嘛互人指控对下司大细声，而且伊阁用考绩甲人恐吓。即马地明宗本人是表示讲，伊是真实的会来接受调查。也那部长黄建南是回应讲，即个调查报告12月11就会出来，一定会好好啊处理。公部门霸凌案拓销甲各部会，司法部向标出润城建设司长地明宗哪像有霸凌情形，称在甲下司大声匹配叫干的，对话内底毋但讲屁想，阁看人无目的，甚至用考绩评比来吓惊公务人员。司法部长黄建南初时去立法院做预算报告，地明宗陪同出席，对伤害司法部的形象是感觉真实的。这个事情造成这个整个部里面还有我们对我们部的形象的伤害啊。深感抱歉。那我会深自检讨，然后接受调查。因为部里面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我会接受调查。启动调查，我们有外部专家委员，昨天开始调查，那1个礼拜之内会有结果。黄建南讲，会加强内部的领导甲沟通的训练。不过，国民党立委林派上是无认同，这个司法部关管上户，嘛模仿地明宗顿椅顿倒。大声匹配叫，甲黄建南问讲，这款甲下司乌白骂乌白咧，敢算是霸凌？快看，核稿人是瞎了吗？你觉得这样算不算霸凌？我为我所有同仁道歉，是应该道歉，因为这个确实是我督导不周。也那资源署嘛传出工课场的霸凌，署长贾翠官表示，拢总有42个人离职，其中8个人是压力上大来清调，也那无适应的离职率是0.4%。不过，立委认为相关的数据并无反映实际的情形。谢署长刚才所说明的42个人的离职，他只用8个人来作为一个计算的基础，这是不对的，这是欺骗社会大众。针对外界关心司法部抓诈骗的效果，黄建南表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正在进行公测，下载量达到12501人次，发现通报的信息，大部分是假用公众人物的名来拍广告，甲金融投资诈骗的广告较侪。正式的版本按算明年就会上线。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摆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年呢是轮到台北市来主办。市政府宣布，这场论坛会伫个12月17来举办，主题是智慧治理，永续未来。上海市政府访问团是由因的副市长花园带队来参加。双城论坛，轮到由台北市来主办。那今年确定会在12月17号来办理。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名单了解。名单也都报给中央是这个华园副市长。待的天数，我们17号是论坛本身，那组团16号会到，那我们来做相关的规划。市政府强调会以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甲上海市来进行城市的交流。青年局局长殷伟也表示讲，除了论坛以外，也会安排一寡座谈，包括交通、河川，也有人文城市等等。双方呢是来签台北市甲上海市推动智慧医疗合作备忘录，也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甲上海动物园细只鸟禽物种交流甲保育的合作备忘录。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宜兰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林志勇，互人亚康讲宜兰市公所和平公园，也有做清洁车的采购案，伊有甲人借牌去投标，甚至阁涉嫌贿选。检联是来敲宜兰市代表会，甲林志勇也有姓黄的秘书等5个人带走，讯问了后是全部成押禁见核准。
宜兰市代表会甲宜兰市公所表述贪渎的案件，代表会主席林志勇针对宜兰市公所河滨公园甲造型清洁车采购案，涉及照牌投标甲贿选的情形，检验吹沙所在代表会党会林志勇等16个人，一直到号召这些好朋友来。伫 FB 破译参加活动致辞的影片，林志勇进前就摆涉及机车号诈领保险未遂，6个离审判4年半，案件还阁伫咧上诉，即马阁有新案件。林志勇是2021年到2023年之间涉嫌以实际掌控的公司一名企业社投标宜兰和平公园采购案，国标金额每年900万到1000万，也甲姓王的业者照牌来投标，违反利益冲突汇表原则。迄农村公所信用为主笔，负责招标，怎样种情形无讲。也涉及道理，认为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政府采购法之借牌投标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行贿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供、逃亡之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候准。林志勇代表会信用的秘书，也个信用的前公所主笔等涉案5个人，全部拢被依照贪污道理罪嫌申请羁押核准。因那林志勇代表会主席的会实行由副主席代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警方发现一个姓蔡的嫌犯伫台南的山区咧种大麻，甚至佫用警招来做暗号现场咧，是查到占地3角，拢总有1700多丛的这个大麻园，也佫有制毒的设备等等。即卖呢，这期待是已经超过10亿啊，5个制毒的成员已经全部互人羁押禁见。Go！ 经过半年监视甲调查，警方初日出动侪警察去台南偏僻山区这搭3角地温室，因为嫌犯咧外围种金蕉，想要暗砍其实温室来种的全拢大麻，干那要甲遐大麻包转警察局，就出动60外警察一天接办了。他还用香蕉园来作为掩护，挂羊头卖狗肉，那里面实际上从事制造、栽种大麻的犯行，里面有专业的调温、调湿，还有照明设备来增加大麻的生产效率。警方表示，今年5月时接到线报，说传嫌犯想要找所在种大麻制作毒品。经过半年收集证据，发现嫌犯做代志真有路，甚至还有记录证的过程。这个撞到大麻种作场、大麻制作工厂，查扣大麻1766丛。超过1766株啊，市值超过10亿元呐！如果一旦没有顺利阻拦的话，流入市面的话，造成我们所有国民的健康受到威胁。专案小组这半年来不分昼夜、辛劳的缉毒，那未来我们会更加持续的缉毒工作。云林地检署表示，这个假强掠到5个做毒品的人，透明侦讯了后，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串口径和逃亡的可能。5个嫌犯落犯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埔里一个民众伫卖场去买一块关庙面，也毋过咧下面的时阵，这个水面煞喷出咖啡色的糖。伊去检查其他的关庙面，嘛是同款的状况。南投县卫生局表示讲，因为这生产地是伫台南，所以已经请当地卫生局来进一步稽查。也那业者嘛讲，可能就是面粉顶头有糖卵，才会发生这款的状况。即马已经把这批产品全部落架。民众拆开包装，将面落鼎来煮，要把面糊起来时，却发现鼎底铺出几落蔗糖，惊甲伊唔敢继续吃。我就是把那个面捞掉之后呢，我再煮第3包来看，第3包没有，可是第4包我就发现说里面竟然有虫浮起来，它是完全密封的，怎么会有虫在里面？而且非常恶心。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仔细看一下外包，就是其他人包装里面的面，我发现还是有虫在里面。我先是详细一看，发现其他也未拆开的面，嘛有咖啡色糖伫咧内底。搁转去卖场看架仔顶悬同品牌的面，也有类似的状况。我先是初日到南投埔里的卖场买一款关庙拉面，保存限期也未到，却出现糖伫咧内底，正期品管出问题。南投县卫生局接到通报，表示因为生产的地点是伫咧台南，已经函请当地卫生局前往调查。已经立即派员前往稽查，查核现场作业环境及原料的卫生，如果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业者出面表示，出现糖的原因可能是原料端的面粉内底有烟假糖的糖卵，因为糖卵真细，无法度完全根除。
制成产品了后，又搁因为仓库的环境湿过乱，才会浮出来。我们都还是要在往前跟往后嘛，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中介生产端，我们是现在要去理清这个状况，但是这个我们能确定说，它不会是在说我生产的时候桶跑进去。业者表示，已经请通路商将产品落架，也会进行仓储也搁有运输流程的检验，卖确认感性原料出问题。也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派人稽查，若有确实会要求即时改善，若无会当以违反食安法处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进口的上海毛蟹有含戴奥辛，咱的食药署公布名单，讲这批14.6吨的这个上海毛蟹呢，戴奥辛是超标2.6倍，会全部来退运也是消费，加在目前是无流入市场的。也若这摆的这违规的乌白养殖场是会互人取消进口台湾的资格。就是这批由定期公司自中国进口的中华用鹅蟹，俗称大闸蟹，总共14.6吨。和食药署伫咧边境验测有世纪之毒戴奥辛，超过标准2.6倍。因为业者会当申请拒绝性放行，暂时通关，验过就会放伫咧指定的地点，等检验结果出来，所以无落入去市面，将会全部拢退运或者是销毁。拒绝出去以后，我们会去监控它放在哪里，我们会跟车来，押着车子到那个拒绝地点，让它放好，拍照，然后锁起来。食药署讲，中国的大闸蟹并不是第一遍被验出戴奥辛。伫2023年有一批6400公斤入来了被验出戴奥辛。这边违规的养殖场是5百姓的甘利福平水产品公司，将会取消因输台湾的资格。目前符合输往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大闸蟹养殖场，只个剩16间。迄若动物科的医生是警告讲，民众若是无顺利去食到有毒的毛蟹，恐惊有肝病变加致癌的风险。它在短时间大剂量吃到戴奥辛，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病变、肝脏的病变。那如果说它是长时间，可是低剂量吃到戴奥辛的话，它可能就会增加各种癌症的风险。食药署强调讲，针对中国的大闸蟹进口的边境管制措施已经做几多年啊。以后也会继续的每一批拢查验管理，来保障民众食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在上海毛蟹以外，食药署也伫咧边境去查到越南进口的乌胡椒粒仔有苏丹红的色素。抽检的这42批当中，有3批拢是违规，目前呢有1件是要搁咧复查。最近乌胡椒佮团主检到无合规定的苏丹红，食药署佮地方卫生局合作调查越南进口的乌胡椒，拢总抽检42批，有3批的苏丹红无合规定，其中2批是新北市耀华公司对越南买的乌胡椒粗粒佮乌胡椒粒，佮有1批是新北市适合公司进口的越南乌胡椒粉。食药署统计拢总有159.5公斤，流入去6县市9间业者。其中有2批就是手板上所写的。是由新北市的耀华公司所输入的。那输入这个产品，2批分别是黑胡椒粒，在输入了400公斤，那黑胡椒粗粒，输入了这个80公斤。那接着一批检出了这苏安色素，也是新北市的这个硕和有限公司，它输入的黑胡椒粒总共输入了90公斤。食药署指出，根据食安法，通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票8000万以下罚金。食安问题，毋但是国内情形爱重视，侪人出国买买车会回来，为着要互民众通分辨国外的食物，食药署有食品消费车红顶的网站，目前拢总有统计14个国家6000几件的国际食品对人体危害的程度为轻到重。有青丁、黄丁跟红丁的警告。那如果这个产品它实质上有进入到国内，而且呢，它可能对于人体的健康呢产生立即性的危害，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布一个红灯的警讯。食药署提醒民众，伫国外买食品返来台湾，敢若会当家己食，袂当伫国内国买卖。违规者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3万至300万的罚金。食药署嘛提醒讲，最近非洲的猪仔真严重，甲国外佚佗买物件千万爱细腻，唔通偷摸试火。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邀请中国的学生来台湾交流，也毋过有台湾的学生团体说讲，这个访问团伊有真侪行程拢无事先甲公开，嘛拒绝甲咱台湾的学生来讨论一寡自由也是民主的话题。学生团体是来质疑讲，这个访问团伊干那表面咧做交流，实际上煞是咧宣传中国。手提标语对中国学生访团发声，反对因中国台北的讲法。最近访团来一位中国复旦大学的学生，受媒体访问的时，讲出中国台北队，引起台湾学生的疑虑。台湾学生团体指出，这个访团这行程事前无公开，嘛引起真侪争议。针对这次的中国参访团来台，各校学生进行跨校串联，我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拒绝假交流、真统战；第二，捍卫交流的言论自由；第三，恪守对等、尊重的双方交流。学生团体讲，这个访团以交流的名义来台，但是无公开访团的行程资讯，提出因唔知有中国访团要来，主办单位也无安排台湾学生互相交流。学生团体认为，一般若咧做国际交流，应当是向外国朋友展现台湾的特色，所以学生团体希望未来若有机会，会当带访团参观台湾自由民主的地标，深入了解台湾出名的人权历史。我们在学校的图书馆前会纪念6·4天安门，也会在陈文成广场纪念抵抗党国暴力而牺牲的前辈。我们非常乐意和中国同学分享这些台湾的政治抵抗史。参访行程是没有被公开，让任何学生去参与。如果要展开场交流的话，那至少他们也要显出他们想要有交流的立场。民主、人权、自由，我要对等交流。学生团体认为，访团并无展现出想要交流的态度，只是想要做中国的大外宣。学生团体强调，理想的国际学生访团交流，主办单位应该要安排平等的对话机会，而且事前就要公开资讯。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开记者会，反对行政院甲民法第1085条，也就是家长的停改权甲汰掉。因认为讲这停改毋是对囡仔身心的一个暴力，也毋过联合联盟却认为讲这体罚都有可能对囡仔的身甲心拢带来真严重的伤害，所以呼吁政府配套措施都要做好。惩戒不等于身心暴力。呼吁政府唔通剥夺家长的听改权。全国家长团体联盟联合全台湾17个县市30个家长团体，共同反对行政院顶一日通过《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删除爱伫必要范围内听改假日逝世等等的文字。教育团体嘛指出，根据实证研究显示，删除听改权完全是无必要。法院是误判的，是滥用的。第二个，家长也滥用，我就是要来用你这个惩戒权来去什么？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2件事情在法实证的判断当中是没有的。家长团体抗议，行政院绩效推动小组27个委员内底，无任何的家长代表会当出声。不过，根据去年的调查显示，有甲7成的家长反对修法，应该要甲重点放伫改进条文的内容，并不是全部汰掉，若无会减弱家庭教育的功能。不过，日后联盟认为讲，体罚可能会对儿童身心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个在将来可能你处罚孩子，你搞不好禁止他用3C，然后或是让他禁止他活动或是看电视，造成他身心不舒服，他就可以说你是身心暴力。有很多脑科学都显示说，当孩子受到恐吓或者是包括疼痛，他会产生的反应并不是学习，他会产生一些好的反应，其实反而阻碍了他的学习。虽然家长团体甲绩效团体的立场无同款。不过，拢是赶快呼吁政府对相关政策的配套措施，应该要明确甲周知，亲像推广亲子教育课程，提供父母正向教育的资源，让囡仔会当伫安全的环境、自信、健康大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传出有教保员私下请咧做法警的朋友翕影片，点名查甫囡仔搁甲管教，这是引起家长的质疑。教育局认为讲，这个教保员虽然讲无威胁的意思，也毋过呢，这款做法有影是无啥妥当，所以处分这个教保员就要去上警示课，而且交报告。不想待在教室就来警察局。我每天都会问老师。就是这支影片，警察穿制服问囡仔敢有乖，若无想要踮伫个教室，就来警察局，互囡仔有够惊。
台南一间幼儿园因为囡仔较活泼，告保员讲袂听，就去找司法警的朋友来录影做临时演员，直接点这个囡仔的名甲教师。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他还那么小，那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事情的完整性，不适当啊。那如果说以他用警察身份、用劝导的，或者是用那个比较好一点的方式的话，我觉得还要 OK。大部分的家长感觉无妥当，教育局有接到通报去调查，认为教保员的做法确实无适合。对实务的角度，过去确实有类似的教育方式，不过即马幼儿教育是愈强调同理心，也法警录影做临时演员，恐惊嘛会违法。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要用同理心。要当下小朋友的情绪如果不稳定的时候，老师用这种恐吓式的教育是能够马上收到立即性的效果，但是它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最终的认定是这个案件，虽属轻微，但老师在相关的正校管教职能上有必要再去做精进，所以也责令老师必须自主进行管教研习3小时。的确违反了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里面对于幼儿身心虐待或是呢为其他不当对待的暴力行为，会有这样的疑虑。用警察来甲囡仔吓惊，对囡仔的身心发展恐惊是负面的后果。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寿丰最近出现一个专门甲人偷剪电线的贼仔，而且呢，伊阁锁定交通的主要干道的电箱，所以造成真侪大的路顶呢是规排拢袂光，影响到暗时的行车安全。警方目前是已经组专案小组持续来追查。这是寿丰乡第11边公路，为东华大桥到溪口村往红林百品市场的路段，甲红北路3段的路顶拢袂倒。公所通报维修了后，才发现是电线去互加断去，部分的电线嘛碰去，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生气。比较危险，比较危险，开车对看不到那个路人。这个时间大概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吗？一段一段。那是就是台风那一段时间。哦，就是台风那一段时间。对，就是所以一下子就整个路段都没有灯。哦，就是那。伫海基仔的第11线盐寮村附近的路顶，有部分的电箱电缆互破坏，因为这个路段拢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乡公所特别召开联席会，要求警方多重视。偷电线杆的、电缆的很严重，而且是累犯，而且他们都轻判，然后再次的又再累犯，可是就是轻判换回来，把它换回又再重犯这样。警方表示，为今年2月到11月，寿丰乡拢总发生6件路顶基座、连个主线台电电缆互偷摕案件，为其他窃案现场留落来分头做 DNA 比对，有抓到一个姓林的嫌犯，已经犯案几届，扩大调查了后，搁抓到一个共犯。目前已查获嫌犯2名，将扩大追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本分局呼吁，窃取公共设施财物属于严重犯罪，如民众发现可疑人士或异常照明情形，请立即向警方报案。不过，有村民私底下表示，今年7月到达，拢总嘛才2件窃案，有部分的路段根本是风台了后，路顶毁损，公所收回速度上慢，因为乡公所无积极处理嘛是问题。针对这点，警方讲会搁再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三重埔昨发生一架停伫路边的白色的货车，以向北区去弄到其他3台车的事故，加在是无人受伤。警方调查讲，这个驾驶伫落车的时阵，哪像就是无把这个赛道甲扣起来，毋才会造成这场意外来发生。案发的地点是离果菜市场真近，管理单位是讲，这台货车毋是公务车，有可能就是厂商的车。路边停满货车，上头前迄一台向倒退路，弄进一台机车，搁弄一台计程车。换一个角度看，技术咧等红灯，无有警受影响，驾驶规个人趴伫驾驶座咧处理。一般会开车的人都会开拉手刹车啊，除非是忘记了。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出代志的白色货车，车衫透早5点外就停伫中正北路顶悬，警方调查。1日6岁查甫驾驶技术无求手动啊，搁一摆将车发动，就直接向后驶过去，弄2台汽车、1台汽车，好在无人受伤。里面不是在做水的地方吗？这边都会停满，就是这种什么小货车啊、小卡车经过啊，然后就直接在那边卸货。货车临时停落来社会边啊，就是三重埔果菜市场。
管理单位经过查询表示，毋是因的公务车可能是合作厂商，了后也会加强宣导。毋过，安尼事故过去都捌发生过。顶个月初，台北市有公车弄伫脚骹，初步认定是手动无救。搁较早7月，新北市有货车就安尼弄7台机车，专家提醒货车、大车大部分是手救的手动那离开车油和手动是真重要。我常常平常，反正我打空挡你就跳下去了，因为想说我下去然后马上就上来，可是有时候他认为平的地方，有时候视线的这方面的错觉，就是慢慢他就往前跑。毋若用手救的档自排车救手档停车也较安心。专家就讲，毋通贪图方便，为了真紧上车落车，都无重视手档记者综合报道。车皮道顶即马伫南部呢是愈拖愈济就连高雄的火车头也看到这青道顶长的过车路。农业局配合中央的政策，是有计对明年开始来办课程，训练一般的民众呢，摕到掠青道顶的资格，只要掠到，就有奖金通去摕，希望会当减少青道顶的数量。车道顶慢慢爬伫马路顶悬，民众车衫伫高雄火车站附近，看到车道顶直过马路，因为附近有一块真侪杂草的空地，怀疑可能是伊的车地，但其实车道顶更较接出现伫红山溪泽公圳顶溪流的岸边，鬼拢真侪，哇，有足大只的咧！我感觉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大。对，是。它还会从树上掉下来，所以我们过那个树都会先抬头看看。除了溪流周边，美德顶沿海地区的岸边，嘛常常有大量的青道顶。青道顶迫害作物，互农民真困扰。高雄今年已经移除超过6000只的青道顶。农业局除了办说明会，互民众了解青道顶的习性，嘛会伫明年配合林业署开放民众受训移除青道顶的政策，开掠青道顶的训练班。依据中央农业部日前定出的移除政策，民众如果经过训练取得猎人资格，猎捕成功可以获得奖金。所以明年农业局将开设5个班级，预计可以增加100到150个人能够获得资格，共同投入移除的工作。工作人员暗时伫树林内底掠青道顶，过去地方拢是请委外厂商斗掠，但随着青道顶伫南部愈来愈济，中央决议互地方政府开放民众接受训练了后做伙移除，每只青道顶照体型移除奖金有100，嘛有250块。透过中央地方合作，将明年移除目标定伫12万只，希望会使更较有效的减少青道顶的数量。记者陈环宇、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东的歌人伫台东呢，拢会看到真侪岛鸟。即马伫台东市海滨公园，今年是出现一只真罕见，或者是冻冠岛雁的岛鸟，伊伫草埔当咧找食。台东县的野鸟协会是呼吁民众，若准看到伊，千万毋通甲交叉。远远看草埔一只探头亲像鸭的动物，最近这几天出现在台东市海滨公园，身躯有普白色的毛。一般人看到就是鸭或者是牛，不过伊唔惊人。若是拄到附近有狗，赶紧马上就飞走。这几天都有看到它、对啊，很老单了啦。拢伫遮，拢无啥惊人哦。人佫足近的，你甲翕相吼，伊嘛会走。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这是一只伫台东真罕见的冻冠岛雁岛鸟，伫台湾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为2007年到即马，台东县只观察到12摆，因成长伫北西伯利亚过境台东，是要飞去南平渡冬，会出现伫海滨公园，主要是这环境适合伊暂时休困，要长久食米。动物园多元呢，它主要出现在河口、湿地还有农田的环境，那主要以禾本科的植物还有草本的植物为主哦。目前伫台东只观察到这只冻冠岛雁，虽然伊毋是保育类动物，毋过食古水佫毋惊人。台东县野鸟协会呼吁民众拄着伊静静观赏就好，毋通甲惊扰。记者综合报道。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刘家昌，伊是写出真侪经典的歌曲。这几日啊，是风声伊呢因为癌症来过身，食到83岁，但家属已经证实这项消息。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梦。社会包括这条《一点幽梦》顶正侪经典歌曲的资深艺人刘家昌，最近因为癌症安详过身，享受83岁。互人叫做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刘家昌，1970到1980年代，旁行黄飞飞、邓丽君甲费玉清。晚安。
费玉清也伫咧 FB 感谢刘家昌替伊写真侪条流传到这卖歌曲，互伊上光彩。刘家昌除了捌得到金曲特别贡献奖，也跨界导演电影《梅花》，摕到金马奖最佳影片。我从事艺术工作50多年了，那么写了几千首歌，也导演过上百部的电影，教了无数的学生，自己都记不清楚。刘家昌伫咧晚年因为家务事几日便登记咧媒体，3年外前伊习惯选到宜兰县燕山乡，记者实在去因兜大门锁掉，电话无多。是伫遮是拢是甲外劳做咧大。有时候可能他的孩子也会来看他。刘家昌的家属发声明讲，刘家昌一世人充满音乐甲爱。伫上尾的日子，刘家昌有向亲爱家人陪伴，正平静安详。伊的音乐甲精神会永远拢留伫咧每一个人的心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竹南的龙凤宫，伫年底要来做节，庙方呢特别为即届做节来做一张大壶。大壶的图样，还有即个湖板的雕刻，拢是找咱台湾的少年艺术家来制作。希望呢，这做节的福气会当透过大壶送到信徒因兜。看到画师一笔一笔沓沓画出妈祖婆的形象，苗栗竹南龙凤宫经过9至1大地动到担，经过3届庙体整修。去年底请示妈祖，今年龙年要做庆生节，庙方为特别纪念年底做节，特别找台湾在地工艺师做大壶。大壶的图样找台湾在地画家先设计过，呈现出传统大壶的气味。委员甲信徒就讲建议着咱要做节，就爱做一个大壶啊。庆生期间好少，互咱所有的信徒摕倒咧厝的，庇佑着咱这个信徒啊。这个湖板呢，嘛是着咱龙宫吼，这文物保存之一啦。建大壶，如建着神尊的意思，以传统的这个湖板的板来做出发。啊，只是讲过程当中甲庙方来讨论，啊，比如讲庙方伊希望以大妈祖的这个图样来做设计。我画这张图的目的，就是要来做这个湖板，所以画完了后，必须搁经过雕刻部分，所以讲这个线条袂当画到伤复杂。伫较早经济较无遐富裕，信徒若准备到去金身，就会当请大壶登去厝内面奉祀。大壶的设计会有主神护法等神明的图样，为了要互大壶会当传播出去，才用湖板来做印刷。若湖板的寸尺甲材质要做到外又拢有相对要求。阮即摆使用的是台湾的小蓝茶。那为什么会用台湾小蓝？是因为台湾小蓝的茶丝会较油啊。即摆拄好是因为阮的图片设计较幼细哦，所以阮所使用这个较幼细的茶去贴，啊，伊的图片印出来会较明。阮的选茶的方向吼，图片会甲茶丝的方向会甲共款。阮的用茶吼。袂用环丝的茶，哦，所以阮就会顺迄个树头伊生长的方向，甲伊的图片会共款。影印的方法就是茶吼是放伫咧桌顶，啊纸去和伊的茶的方法，哦，所以吼茶若是较高较定，哦啊会较稳，哦啊嘛看起来较大方。龙凤宫利用年底做节期缘，邀请台湾在地少年工艺师来制作，也个做湖板。除了用大壶甲妈祖的福气送出去以外，也伫一届做节特别来留下一项有文化意涵的本本。那支持台湾工艺师，也支持着台湾文化的传承。记者郑家豪综合报道。再来看家己的六卡有一个咖喱戏团，这内底成员平均拢有80岁。即卖呢，因为人口老化，惊这个技术是无人传承，所以三麦堂表演艺术团队就甲因来合作，布袋戏甲咖喱戏做伙来演出，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这项技艺。我是来互大家机会发财啦！大声的布袋戏人啊，甲细声的咖喱人啊，做伙表演。特殊的表演节目，诚侪经过民众来看。三麦堂表演艺术团队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红仔技艺艺术活动，今年佫专工邀请咖喱红仔的团队来做伙展览甲表演。阮即届完全就是大纲无剧本，啊现场互布袋戏甲咖喱红仔做伙会当及时互动演出，咱用创新好耍的形式，互大家了解原来布袋戏
是安尼，咖喱红啊是安尼，啊有想要学，大家就做伙来学，甲传承落去。这个咖喱红啊的团队内底成员平均拢有80岁以上，为着要保存这个基价，三脉堂就配合家己大学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阮若教学生来练咖喱红啊，嘛要替因来编曲，甲三脉堂做伙演出。集堂来本来10几个成员啊，都因为老化的关系，即摆加蹲6个成员。6个成员若是有一个破病，就无法度演，所以因的剧团有迄个危机，啊，阮伫遐出入，看到即个危机，想要帮忙社区去发展，继续发展，嘛传承即个文化。阮以后会使更较去甲因接触，安尼会使去学着因做这动作，伊的经验，还是伊的整个学的生态，安尼拢无共款。啊，我想要去甲因学习，安尼。三脉堂表示，红仔的艺术文化毋若干那布袋戏的红仔，即届活动甲展览会一直到初八，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互民众会当信任捌，豆豆仔介意了后，才有法度互在地基嘅有传承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去500吨的德国乌姆大教堂是目前世界第一悬，也毋过2020年西班牙的圣家堂那尊完工，就会代替伊变作是世界第一。行下国家楼梯爱爬768卡马才到德国乌姆大教堂塔顶。虽然爬楼梯互人喘屁屁，毋过爬起了后看过都市，互人感觉较价值。乌姆大教堂有3个塔楼，上悬的塔顶是161.53公尺，是目前世界上上悬的教堂塔楼。虽然参观教堂是免钱，毋过想要爬起哩塔顶，就需要买5欧元，差不多代表176块的门票。Ulm nicht unbedingt so kennen, aber wenn man dann sagt, wow, ihr habt die höchste Kirche der Welt, den höchsten Kirchturm der Welt, ist es schon natürlich auch toll gewesen, klar. 高潮式建筑的乌姆大教堂挖多瑙河，为1377年开始起，1545年因为政治压力、宗教改革甲资金欠缺者原因暂停，一直到1844年才开始搁继续起，最后伫1890年完工，因讲是起的时间超过500年。另外，乌姆大教堂伫1993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毋过，在地人讲，因其实搁较喜欢低调过生活。Die Schwaben sind eher so im Understating, ja, wie heißt das Understatement? Die lieben eher das Understatement. Die wollen nicht, die machen es zwar, aber sie wollen nicht allen erzählen, dass sie die Größten sind, ja. Deswegen sagen sie, das muss nicht jeder wissen. Das reicht, wenn wir es wissen. 经过140年的等待，由西班牙有名的建筑大师高第设计圣家堂第5座中央塔楼已经完工，按算伫2016年，也就是高第过身的100周年完成第6座塔楼。到时阵会取代德国的乌姆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公司新闻新竹8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也有外岛地区17度到24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